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係4月3號星期四，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37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5130萬。由於連續2期嘅頭獎係冇人中，上期二獎只有5元1票獲中，所以有累積多寶獎金1466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76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就係今晚嘅2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有劉興達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香港復康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鄧志源先生，歡迎晒2位，一齊了解下受惠機構。香港復康會係1959年成立嘅，致力為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同埋長者提供全面同埋個人化嘅復康同埋健康管理服務，由跨專業團隊幫助病友同埋有需要嘅人士重拾健康、重投職場同埋社會，活得更加有尊嚴。該會一直喺本港同埋內地推動多項創新社區復康服務，設有29個嘅服務點，每年服務人次超過170萬，亦都透過研究同埋倡議工作，推動共融關愛社會。旗下復康巴士係香港最大無障礙運輸車隊。詳情可以瀏覽該會嘅網頁或者係致電25343300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喺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37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2。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2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32。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7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7。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0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40。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4。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9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29。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4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44。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攪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2號、4號、7號、29號、32號、40號，而特別號碼係44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即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2位監場嘉賓，包括有劉興達太平紳士以及鄧志源先生，多謝晒2位。喺度提提大家啦，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喺度預祝大家好運，下期見啦，拜拜。